惠州十里銀灘海景豪宅開箱。我嘅車友李氏夫婦喺惠州買咗一套海景單位，最近裝修完進，佢哋邀請親戚參觀入住。呢個消息觸動我嘅新聞觸覺，我立即向佢哋申請採訪，佢哋亦都欣然接受。各位網友，今日我嚟到呢個海景豪宅開箱啊！你可以見到大門外邊嘅電梯大堂係十分之闊落嘅。呢度一出 lift 就左右兩個單位嘅，左邊係01，右邊係02。02個單位咧就係我今日開箱個單位啦。02單位外面寬敞到足夠可以橫放一個鞋櫃。未介紹呢個單位之前，我就先訪問一下屋主，問下佢今次置業嘅原因。介紹下先，我隔離呢位咧就係呢一間屋嘅男主人啊 Benny 啦。Hello。你好。咁咧就Benny 其實你係香港人咧，原本住喺香港嘅。咁點解會最近或者呢2年咧嚟咗內地住咁咧？當時我自己上嚟睇樓嘅時候，2019年嘅個原因就係香港嗰個情況啦。係。諗住自己將來退休嗰陣時候咧，就有一個安靜啲嘅地方俾自己去居住啊，享受退休生活啦。咁所以2019年咧就喺上嚟國內睇啲樓啦，咁樣都睇過幾個唔同嘅樓盤嘅。咁啊，最終決定咗咧就喺中山三鄉就買咗個錦城咯。跟住就2003年就經常上嚟住啦。係啦，咁你係我中山鄰居嚟噶嘛？咁你中山已經住緊啦，點解又會嚟買第2套樓嚟惠州，又再買多套咁咧？呢度同你有啲關係。係啊。記唔記得我哋2024年嗰陣時候咧，大約係7月份到咁上下啦。我哋就去咗惠州雙月灣，又車友嚟。係啦，玩咗住咗2晚咁喺個海邊嘅別墅嗰度嘅。海邊嘅酒店，咁啊見到呢個惠州嘅環境咧就真係好靚。個海啊好靚咁，加埋自己本身咧喺香港經常去釣魚嘅，又好中意望個日落。你係識開船喎？你係。你有船牌，我哋自己有船啊！有隻釣魚船自己去玩下咁。咁啊，自己又中意大海，好中意望個日落咁。見到呢度嘅環境咧，好符合自己嘅心意。咁啊，跟住上嚟睇啦，咁睇咗好幾次啊，咁樣。咁啊，跟住有一次就上去城探你，探完你之後咧，跟住落咗嚟呢度就睇最後一次加埋。呢個193.6平嘅單位咧，佢係2梯2戶嘅。咁啊，私隱性好高嘅。咁啊，睇嗰陣時就係佢係做緊主推01嘅單位嘅。咁我就同嗰個經紀講啦，咁01個單位我就回咗個價啦。但係個價咧，佢哋係做唔到啦。過咗幾日之後咧，發展商咧就推0，仲比我原本個價咧更加便宜。咁啊，所以我決定咗就買咗呢個01單位。經過咗幾個月嘅裝修啦，而家就終於入伙啦。咁你滿唔滿意呢個單位咧？如果俾呢個單位咧，即係考慮埋嗰個採光啊、通風啊、嗰個觀景咧，我就自己俾佢咧，即係自己心目中嘅單位咧，我就俾到98分佢啦。以100分每分嚟計咧，我就俾到98。點解仲爭少少咧？因為呢個維港半島咧，佢下邊咧就冇商業啊，變咗你購物咧有少少唔方便嘅。咁你購物咧要落到去港灣啊，或者係去到三地。咁當時我買呢個單位嗰陣時候咧，咁有車位送啦，嗰個銷售又幫我裝埋嗰個充電樁。咁本身喺國內有部純電嘅電車嘅，咁對我嚟講就比較方便咯。到時就係呢種購物咧，就要開車出邊先至可以買到嘢，食到嘢。即係有少少唔方便，所以扣多2扣係啦，暫時就係咁啦。好啊，好多謝你接受我訪問。好。以下用呢個平面圖去做介紹。呢個單位建築面積193.6平方米，大約係相等於香港嘅2080尺。呢個單位2廳4房1廚3廁，雙露台東西相通，其中3個房向西向海，另一個房向東向海望橋。有2個房係套房，
包括主人房同埋靠住景觀陽台嗰個房。影片稍停數秒。各位網友，如果你喜歡小鳳嘅製作，請點讚、訂閱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親友啊！多謝。李生買入嘅單位唔係樓花，而係現樓嘅精裝修單位，所以喺買入之前，李生李太可以上嚟現場視察咗幾次。所謂所見即所得，買入呢個精裝修單位，只要添置家私電器就可以拎包入住啦。但係李氏夫婦並不滿足於此，佢哋入伙之前，先係按照自己嘅心思進行設計佈置，務求精益求精，打造一個合心意嘅安樂窩。室內嘅設計佈置，主要嘅策劃人同埋執行人呢係李太。據我所知，全屋只有呢個影音系統係由李生主理嘅，而其他嘅裝修佈置都係由李太安排。以下由李太分享佢搞裝修嘅經歷。首先介紹下咧，我身邊呢位咧就係呢度屋企嘅女主人 Vina。Vina 係啦，Vina 好多謝你接受我訪問喎。我好榮幸就真係。呢間屋咧，我嚟到睇到咧，真係非常之靚，嗰啲佈置啊設計都好靚嘅。咁據我所知，起初你係有安排一啲公司幫你做裝修嘅，但搞下變咗你做咗設計師，同埋你變埋工程監督添，點解會發生咁嘅事嘅咧？其實咧，真係嘅，我最初嘅時候咧，就揾咗一間公司，佢係幫我做驗樓嘅，我就上咗大眾點評嗰度揾咗一間咁嘅公司，咁口碑好好，佢都做嗰個驗樓咧係做得好仔細嘅，咁就所以俾咗我信心喎。咁佢哋咧就嚟嘅時候咧，就已經帶埋好多牆紙嘅sample啊，即係同裝修有關嘅嘢咧都擺咗喺度。咁咧有工作人員就負責驗樓，另一啲嘅工作人員咧就負責同我哋講下裝修嘅做法啊咁樣嚇。咁所以咧我就嗰時見到佢都唔錯喎，咁就對佢有信心嘅嚇。咁佢打個價都唔錯，做講好咗，譬如做全屋嘅牆紙啦，通鋪陽台啦，各方面都打好晒價，諗住俾佢做嘅嚇。咁但係後尾咧，佢越做越唔妥當咯。佢原來係，我以為佢有好似香港咁有個班底嘅，即係佢啲師傅喺度係做開，所以佢哋做嘅質素啊，做嘅手法啊，都係經佢認可，或者係好有默契咁樣去做。咁但係原來唔係㗎，我後尾先至發覺係逐單我想叫做嘅嘢咧，係逐單計錢啦。第一就係、做完一單就先至俾嗰單嘅錢嚇。咁我見佢通鋪陽台啊嗰啲出嚟嘅效果咧，係遠遠低於我嘅要求咯。咁又或者做門套咧，我都做咗少少功夫啊嘛。咁我就喺小紅書度睇定點樣做個門套，咁同佢再傾下，佢完全唔係嗰種咯嚇。咁然後我就再揾佢試下做我個拱門啦咁都唔係好妥當嚇。咁所以最後咧我都話唔使去啦，唔使去啦嚇。咁同埋我都唔做牆紙，唔做牆布咯嚇。咁於是就逐件就自己再揾師傅啦。即係變咗你做咗工程監督啦。係啦。即係你要去設計晒所有嘢。咁譬如做唔做牆布點解咧？因為我哋係海邊啊嘛。咁問咗好多人啦，佢哋唔止一個都同我即係開心建成嗰日啊，好大部分都唔做牆布㗎，好多都係做譬如硅藻泥啊或者藝術漆啊咁樣。咁所以我就揀咗一間係做藝術漆咯，幫我全屋。咁我就睇嗰間嘅工程，即係同佢嗰邊接合窗簾啊、燈啊嗰啲就自己再揾咯。即係而家變咗你係每一單都係由我自己去揾。咁但係就自己就好忙啦，即係每樣大大小小嘅事要自己揾，同埋自己要監工嗰啲好緊要咯。咁其實同埋做櫃啊嗰啲都係咯。做櫃都係都係你跟進。係啊。全屋其實就好似你講啦，做咗項目經理，成日就兩邊走咯。咁其實嗰個過程咧，做咗幾多個月？我就由3月開始就買家私嘅，嗰陣時就簡單啲嘅嚇，就後尾真係完工咧就10月尾完工，咁頭尾咁樣計咧就8個月㗎。
哦，都有8個月時間。咁你知啦，做工程嗰啲嘢咧，即係因為我係完全唔識啊嘛，係。由零開始啊嘛，所以哇！點咧樣學啊？點知咁多嘢？自修，我真係覺得咧，就好似自己自修咗個室內設計啊、工程一個學位咁樣。睇小紅書咯，睇微信啦，嗰度咧其實都幾多嘅室內設計師咧介紹點樣可以譬如客廳啊咁樣啦嚇，會介紹客廳嘅配搭、顏色配搭啊，用嘅材質嘅配搭啊，燈係可以點樣選啊咁啊，咁睇下佢哋嘅分享咧，就自己記低佢咯，啱嘅就自己試下偷下師嚟用下咁樣。睇嚟你對於裝修佈置啊都好有心思喎。其實你可唔可以帶我去睇下、介紹下咧？好啊好啊，我呢度有個玄關啊嘛嚇，可以有個靚嘅玄關，就人哋入嚟嘅時候可以好 eye catching 咧。我好希望就做到一個即係朋友嚟到歡迎人客嘅一個佈置喺度嚇。當你踏入呢間海邊嘅大宅，就會見到燭光照亮住一幅抽象畫，以及一啲實體嘅海邊貝殼。原本呢個精裝咧就有黑色嘅鋁合金地腳線嘅，咁所以我覺得加到黑色嘅拱門咧，就會嗰個效果會好好咯。喺個廳嗰度好多係四四方方啊，橫橫直直，咁加啲拱形嘅線條咧，會有啲趣味。咁只係咧要做嘅時候都好困難嚇，因為我又已經提走咗幫我裝修嗰個師傅，即係嗰間公司。咁所以咧由個設計嘅圖樣啊，到揾師傅去做一個門洞啊咁樣，咁又同埋揾一間公司幫我即係做個框配合道門咧，都需要花一啲嘅時間去設計啊咁樣，同埋去溝通，所以都辛苦咯。你睇係好細心咁畫咗呢張圖紙俾啲工程師傅跟住做嘅。中間佢9月試過搬過嚟，但係就細咗，又要再重新做過，即係個框，呢個框佢做窄咗啊，入唔到嗰個位。咁所以都就係最辛苦呢度咯，因為由呢個位置咧係需要同油漆嗰個師傅咧去配合翻啊嘛嚇。咁油漆師傅我就要特別同油漆師傅講，呢個位置咧可能需要佢遲啲幫我翻一翻手。咁但係最後都完成咗咧，我就好開心咯。呢個工程監督真係好辛苦啊，要咁樣配合嗰啲不同嘅項目。見到佢哋細咗啊，我真係頭暈㗎嗰次，等咗佢1個月咧嚇。不過好在後尾都搞得掂嚇。好。全屋最大嘅改動係對2個陽台做風窗，呢個係生活陽台。呢個係景觀陽台，呢個景觀陽台面積相當大，有20幾平方米。李太將佢通鋪地板，使佢成為客廳延伸嘅一部分。你見到呢度放咗一張電動麻雀台，連象棋棋盤。陽台嘅闊度可以俾4個人喺度打麻雀。呢個係廚房，面積相當大，可以放4門大雪櫃。你睇亦都為4個房間命名，分別係觀海、邀月、望橋同埋夢軒。觀海係一間套房，望橋、邀月、夢軒係主人房。呢個單位浸滿藝術氣氛，每行一步，每轉一個角，都呈現李太嘅心思。Vina，你仲有冇咩補充啊？就係講緊話各位觀眾啦即係可能都會有興趣或者有需要去到大灣區嗰度置業啊，即係租樓啊。咁但係即係裏邊都可能有需要要去淘寶度買唔少嘅嘢嘅，好似我屋企咁樣啦。其實講緊99%嘅嘢咧，我係淘寶淘翻嚟嘅。咁個99%咧，俾咗我好多個經驗咧，係淘寶咯。都係呢啲經驗咧，其實都係其他鄰居同我分享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都慳咗唔少錢㗎。咁第一咧就係
如果你係買電器咧，特別係家電咧，你可以去淘寶買。咁但係記住喎，要去佢哋嘅官方旗艦店。無論係小米啦、方太啦，還是其他大嘅品牌，你都可以去佢哋官方旗艦店度買。買嘅時候當然就要比較唔同嘅品牌，佢嘅型號啊，咁點樣比較咧，都要花啲時間睇個評語㗎嚇。咁揀一啲係第一就係大牌子啦，買大牌子咧，好多時候都會比較上個質素啊，有嘅服務啊，各方面咧都保障得比較大一啲嘅嚇。第二咧就要揀時間啦，就係譬如佢有啲特別做活動嘅日子，如果你等得切啦，你等唔切嗰啲梗係冇辦法啦，你急住用就即刻買啦。如果你等得切咧，就可以等6月18號618嗰個活動，但係千祈唔好諗住618嗰日衝入去買喎。其實依家618咧，佢早咗1個月，即係518咧，已經開始已經有promo 啊，俾緊一啲好大嘅折扣優惠，買電器好適合嘅。雙11都係，咁我依家係10月2號啦。其實雙11咧，可能講緊10月嘅中旬咧，已經開始係做緊㗎啦。咁又有好大折讓，呢個第一樣啦，揀時間。第二咧就係、如果你一個屋企買咁多嘢嘅時候咧，最好就做埋淘寶嘅800 VIP 嚇。嗰個800 VIP 咧就你直接真係1年你俾88蚊，咁咧就可以做佢嘅 VIP。咁有咩好咧？就淘寶咧就會有做活動嘅時候咧，會平咗之外咧，就額外仲會響嗰段時間咧俾一啲叫消費券你。咁個消費券咧等同係有額外嘅9折到。買500佢會減50，咁就都幾劃算咯。咁我依家譬如嗰個800 VIP 咧，佢幫我計咧，我已經慳咗88嘅幾十倍㗎啦。嗰個錢即係喺今年裏邊嗱。咁第三咧就記住，如果你買得多嘅咧，揾客服，因為咧客服咧你去到同佢講譬如買得多咧，你可以問佢再攞其他優惠嘅嚇。我買咗，譬如呢度買咗，因為4間房啦，有4張羽絨被咁樣啦，咁我就同客服講，佢就額外送多2個羽絨枕俾我嚇。咁一個羽絨枕都可能100零蚊啊嘛，咁額外又慳咗即係一啲嘅錢，其實都重要咯。即係又或者買燈咧，佢會免費幫你安裝。咁呢度1眼燈大概40蚊，咁譬如你買10眼燈嗰個又慳咗400嘅喎。咁所以記住，如果買得多咧，揾唔係淘寶嘅客服，係佢個商店個商家自己嗰個客服。咁嗰個售後服務嘅各方面咧，都係揾佢嘅嚇。咁呢樣我覺得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好，唔該晒。唔客氣。李氏夫婦終於可以喺退休嘅時候進駐佢哋夢想中嘅海景豪宅。小鳳衷心祝願佢哋安居康健活，萬道夕陽紅。